我剛剛投完票，我亦都呼籲大家呢出嚟踴躍投票。立法會嘅功能同埋作用呢係相當重要嘅。黃福苑大火之後，我哋睇到有好多火災之後嘅善後工作要做，亦都揭露咗有關嘅行業同埋人士嘅一啲問題。無論係善後工作又好，或者我哋去修補我哋喺制度、政策、措施上嘅漏洞等等，都需要立法會同埋特區政府齊心合力，根據基本法賦予佢哋嘅各自嘅職權咧，嚟到為香港市民去將啲事情做好嘅。